而家只需要攞個電話咧去 scan 個牌簿咧，就所有嘅資料已經入晒，包括客人嘅名啦，佢會自動 fill 翻落去你嘅 CRM 嘅系統入面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會幫你做埋一個入倉存嘅記錄嘅。咁一般坊間好多用開嘅一啲嘅 OCR 嘅軟件咧，只係幫你入咗落嘅 Excel 裏面啦，或者個 Word 裏面咧幫你識別啲文字。咁就解決唔到你以下落嚟一啲工作上嘅流程。咁甚至咧，我哋已經對接埋咧可能個網站啦，咁就已經 scan 埋之後咧，直接個車嘅相啊，可以喺個 website 上面咧已經可以睇到㗎啦。咁我哋而家有個 Apps 啦，咁可以咧用呢個自定嘅一個表格啦。個表格裏面咧任你可以隨意設定唔同嘅格式或者唔同嘅內容嘅。咁後台就可以自己 create 㗎啦。咁我而家參考一個流程咧，就係一個收車流程。咁有個 scan 嘅功能，咁好簡單嘅啫，用相機啦去 scan。咁咧 system 咧會配咗一個 AI 嘅功能啦，同埋一個 OCR 嘅功能啦，去自動識別翻對翻你本身後台所設定嘅一啲表格嘅欄位啦。咁大概咧10至15秒到嘅時間咧就會 load 到㗎啦。咁識別翻啦，咁佢會自動咧幫你 fill 翻入去啦。你 set 嘅內容啊、廠名啊，就全部喺翻晒入面嘅內容裡面㗎啦。包括一啲 payment 嘅記錄啦、車嘅一啲相關嘅資料啦，同埋一啲其他嘅內容咧，都會自己 fill 晒入去，就可以上面咧自己做一啲修改嘅。咁我只要 save 咯，咁佢就會入埋落你個系統入面㗎啦。咁我哋再喺個系統裡面咧，就介紹翻俾你睇一睇翻。咁呢度咧嘅流程咧，係有啲唔同嘅表格嘅，咁你可以自由去設定一啲新嘅表格啦，係任你自己 create 嘅。咁例如我想新增一個表格嘅話咧，你只需要打字出嚟咧，咁係咩內容咧？咁你 save 咧，佢就會新增咗一個表格喺度㗎啦。咁而呢個表格裏面咧，當你 refresh 翻個頁面嘅時候啦，咁呢度就會多咗個新嘅表格喺個位置啦。咁你入去咧就可以自己設定翻自己嘅內容啊，想加嘅 column 啦係啲乜嘢咧都可以嘅。又可以揀唔同嘅內容啦，係文字啊，定係一啲嘅數字啊，可能我想 call 啲產品嘅 data 資料出嚟都可以嘅。咁下面咧仲有個 PDF 同埋個 Excel 啦，可以自由去導出導入都可以嘅。咁啊介紹翻本身啦，頭先我哋做完一個 scan 嘅功能之後啦，咁我哋可以去翻頭先我 scan 入嚟嗰個嘅資料啦，咁去 edit 翻所有相關嘅資料咧已經 fill 晒落個 system 入面，咁你唔需要再打字㗎啦。咁有啲冇喺入面嘅嘢咧，你可以自己再人手咧喺度更改嘅。呢個頁面咧係隨意自己去設計嘅。咁你可以喺度 edit 嘅時候咧，加減一啲嘅內容都可以。例如我可以增加一啲相關嘅一啲附件，咁可以自己打字啦。咁咧你可以 set 翻咧係 upload 啲乜嘢內容啦。咁你另外咧仲可以對應翻咧成個 system 嘅一啲咩嘅 column 啊，可以對應啲咩內容。例如我係對應翻產品嘅一啲嘅附件嘅，咁你可以自己揀翻一啲附件落去咯。咁除此之外啦，咁一啲 system 嘅內容啊，可以直接入埋啲 course 啊、數量啊、價錢啊等等嘅嘢。當你 create 咗之後咧，佢會直接咧就入咗落嗰個嘅系統嘅 ERP 裡面㗎啦。咁你就唔需要再喺逐張單打啦。咁佢會直接食咗個倉存入面做一個記錄嘅。咁呢度介紹翻右手邊咧有啲字咧，代表啲對應翻成個 ERP 後台咧一啲相關一啲 column 邊啲位置咁樣嘅。咁呢度做咗收車之後咧，佢會入埋個會計帳啦，同埋個倉嗰度咧會記錄翻個成本。咁所以你可以 create 唔同嘅一啲嘅表格啦，任你自己 upload 上去。咁連埋啲圖片啊，你可以食翻落去咁樣都 OK。咁我而家啦撳個 save 嘅啫，保存嘅話啦，衍生到咧就會有一條新嘅 data 啦，自己喺度出現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佢會連埋一個收車嗰一個嘅倉單嘅資料啦，咁會有埋一啲相關啲 information 啊喺上面㗎啦。咁我可以睇翻入面啦。咁我哋做咗一張入倉嘅一張記錄啦。咁有個成本啦，唔同嘅到期日啊、時間啊、相關嘅一啲嘅運費都會食咗喺一啲嘅費用單裏面啦。咁你甚至可以導出一個 PDF 啦，一個資料啦，咁可以出翻一啲咧收車一啲嘅記錄啦。內容咧都可以方便你自己睇翻，直接編埋出嚟咧都可以嘅。咁甚至可以簽埋名都 OK 噶啦。咁我哋只需要入倉咧，撳 confirm 咯。咁咧入去邊個戶口，入去邊個嘅地方咧，咁佢可以撳咗 save 咧。咁連埋個倉存嗰個都已經直接 upload 咗上去噶啦。型號啊、可賣嘅時間啊、幾時入倉、車牌啲乜嘢咧，都會直接喺個倉裡面咧出現咗啦。車嘅一啲嘅內容資料咧，都會食咗入個車嘅 database 裡面咧。就會喺度顯示翻嘅啦，價錢啊、賣價，咁方便到你哋啲同事咧，可以隨時揾翻啲相關資料，睇得翻所有嘅記錄嘅。咁甚至連埋個客戶資料咧，都會食翻落嗰個 database 裏面嘅啦。
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開埋個叮叮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睇我哋嘅新片啦。